有冇聽過挪亞方舟呢個古仔呢？咁相傳挪亞方舟咧就係用嚟載住挪亞一家8口同埋陸地上面嘅生物咧，就係避過一場大洪水㗎。嗱，雖然我哋就唔知道呢個古仔係真定係假啦，咁但係本地有公園咧就以挪亞方舟為主題，而且仲建設咗一隻船咧，就係同挪亞方舟一樣咁大添。挪亞方舟呢個聖經故事，相信唔少人一早已經耳熟能詳啦。不過嚟緊大家只要係嚟到馬灣就可以親歷其境，見證一眾動物現身挪亞方舟嘅經典場面啦。呢個主題公園內內外外放咗67種野生動物嘅雕塑，令人進一步了解大自然。不過淨係得呢一啲動物嘅話，好似唔夠特別噃，又唔係好夠珍貴喎。嗱，喺挪亞方舟入面咧，除咗會見到各類嘅動物之外咧，亦都會有短片啦，就係介紹一下咧方舟嘅結構㗎，亦都會有講下其實方舟咧係用乜嘢木去建成㗎。嗱，除咗精彩嘅短片介紹之外，展館入面仲放咗一塊喺土耳其嘅石化木，有傳佢就係方舟遺骸嘅一部分。咁展館仲詳盡咁介紹呢一塊石化木嘅出土經過，咁淨係睇咗工作人員咁艱辛嘅旅程，都已經覺得夠晒驚險啦。咁不過原來更加驚險嘅陸續有嚟啊！大家知唔知我而家喺度做緊乜嘢呢？嗱，其實呢一度咧就係去模擬咧地球就快毀滅啦。咁而我亦都即將咧要坐住呢一隻嘅太空船咧去第二個星球度。咁但係又遇正咧隕石撞地球噃，所以依家就剩翻30秒俾我諗下人生咧仲想做啲乜嘢啊？等我睇下有啲咩做先。淨係聽人講故仔，永遠都唔夠親身經歷咁震撼㗎。咁所以喺挪亞方舟入面就設有 4D 立體影院，置身其中就可以感受自然災害嘅驚人威力。影片入面呢提到嘅隕石唔再係想像之中咁簡單，事關呢一度呢就展出一塊全港最巨型喺阿根廷發現嘅太空隕石，重成520公斤㗎。咁大家當然就拎唔起啦。不過唔緊要，仲有其他細小嘅隕石㗎嘛。嗱，平日咧成日咧都喺電視機聽到隕石啦，我真係估唔到我依家咧可以親手拎住呢嚿隕石。嗱，大家唔好睇啊，呢嚿隕石好似好細嚿，其實真係好重㗎，聽講咧有6點幾公斤㗎。嚟參觀嘅市民一定可以寓學習於娛樂。呢一度除咗有靜態嘅展覽之外，仲有戶外嘅歷奇設施、繩網陣、巨型千秋，啱晒好動活潑嘅小朋友啊！行完呢個主題公園之後咧，除咗令我咧更加認識挪亞方舟之外咧，亦都明白到保護大自然嘅重要性啊！咁以後咧，相信呢個主題公園就會成為咗香港人嘅另一個消閒好去處啊！